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再一次，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神所爱的儿女得到神的保护，得到神圣手的保障，然后也跟神一起同居住，这是最蒙福的恩典。阿们。然后经文又说，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这个肩膀，两肩肩膀是父亲保护子女，也让孩子跟他自己本身有亲密关系之地。所以我们幼儿的时候、幼童的时候，一定有坐在父亲肩膀上的经验，有没有？一定有啦，是你忘了啊？你以前带孩子也有把孩子放在肩膀上嘛，哈，肩头上，哦，我记得牧师都很喜欢把孩子抱起来，抱高高的啊，放在这个肩头上，所以这是一个孩子跟父亲一个快乐、亲密，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时刻跟地方。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能够居住在神两间之间，我们是这么的被神所爱，放在安全、被他眷顾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起立，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感心，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能够在他两间之间有一位神。我们一起来唱，让我们体会在神的两间之间，我们享受创造的神是我们的父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为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我们在神的两间之间，这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是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权威荣光，有恩典是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是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
为荣光，有恩典是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的神是有权威、荣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竟能够在他的两肩之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所以我们应当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能够领受神丰盛恩典，来献上感谢。我们求神，求这一位神，永远活着的神，亲自在你的心中，他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能够每天都在他的保护之下、眷顾之下。我们开口，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宣告，我们的天父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为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全然爱我们的神，全然保护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为你的儿女们所预备的，你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富强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们能够如此领受你的慈爱，你的爱是如此长阔高深。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献上感谢，也要大声赞美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渴望在你面前欢欣歌唱，我们渴望享受到你的同在，我们更渴望求你帮助我们时刻警醒，来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知道因着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认得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你的羊。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轻轻来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要认得，你也要认得我们的声音，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大牧人，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天父阿爸父神的眷顾下。谢谢你，我们一起来。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
舌儿听我主声音，心倾听，他在心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求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能够有敏锐的心以及耳朵，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昨天跟今天我都参加追思礼拜、告别式，也就是一个安葬礼拜，还有入殓式，特别深刻的到让我的心真的在当下很大的一个要跟神说，我是何等能够蒙你恩典祝福爱的人。我们真的不配，但是就是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我们天天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天天也在他的恩典里面平安度过。求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时间来思考，生命的主宰大牧者跟你现在亲密度是多少？我们求神来帮助你检视一下。我们珍惜每一天的生命，我们珍惜每一天跟我们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开口一起来感谢，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要谢谢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天天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你带领我们天天。倾听，我要倾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倾听，他在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我们从心里来宣告，我们的神是我的大牧者，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同来祷告。我的天父上帝，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再一次的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跟着你的脚步向前走，让我们永远能够竖起我们的耳朵来听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主，谢谢你赐下我们今天美好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这个地方昂头的看见十字架，你的救赎，耶稣的宝血流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救赎，成为你的儿女。主，谢谢你恩典无限，谢谢你的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多用一点点心思，或是多花一点时间，我相信我们会体会到读圣经、领受神的话，你心中的喜乐，你会从那里去体会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生命记的那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会享受在神的两间当中，我们是会在那个地方享受到神的恩典、保障跟赐福。所以求神再一次的帮助我们，透过圣经里面，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神亲自对你说话，好，我们有提到，还有就是神透过圣经，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也透过自然界自然的现象来彰显，来对我们说话。比方说荆棘的燃烧，或是干了湿的羊毛等等，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今天我还是继续透过圣经里面另外3种方式，神来对我们说话。第4个，神他借着异象或是异梦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异象异梦的经文在那个创世纪的37章的第5节到11节，那个地方有讲到约瑟做了2个梦。第一个梦就是他梦见他的河捆，他这个河甲河捆是站着的，他的哥哥们的都怎样倒下拜他。另外一个，他梦见太阳、月亮，还有11颗星星，有没有？这个故事小孩子很喜欢听，他也梦到，所以跟他哥哥说：“哦，你们的心都在拜我。”所以他哥哥们呢，就听到他讲这2个梦的时候，非常的不愉快。经文说他是非常的愤怒又嫉妒。好，这是约瑟透过这个异梦，好，神会透过异梦来对我们说话的一种。第2个，我们可以从那个列王记上的第3章14节开始，会看到所罗门王他在基遍这个祭坛上要献祭，在基遍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丘坛。所以他就在那个坛上献上1000只牺牲的羊做献祭。所以在基遍那个晚上，在那个晚上的时候，耶和华就向所罗门王显现，记得吗？好，这个故事就对他说：“你要我赐你什么？好，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了。”所以当下所罗门王就跟上帝求，赐给他智慧。好，这个就是所罗门王所求的。他跟神求这个，赐给他智慧，得神的喜悦。神就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生命，单求智慧，可以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求的，
我也要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与你比的。好，就在这个梦中，耶和华出现，跟所罗门王的对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可以想，那个约翰在拔摩岛，那个时候他也是看见这个异象，跟神的默示，所以神就透过这样子，让他完成启示录。这是第四，神可以透过一梦，可以透过异象来对我们说话。第五个就是透过环境，透过我们周遭的环境还有事物来对我们说话。非常熟悉的约拿的故事啊，约拿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约拿起初没有留心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上帝就透过环境来对约拿说话。当他逃离坐船的时候，所以约拿就被丢下海，然后大鱼就吞了哈。好，这个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还有，当他又上岸了，在尼尼微城的时候，神又透过一棵蛮大棵的那个蓖麻树，来救他脱离炎热的那种气候，非常炎热的苦楚在那个地方。所以神就透过环境来对约拿来说话，让他知道，神要他做的。可是约拿都听不进去了哈。我们从这个故事，所以透过这个环境，再一次帮助我们。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在家庭跟人相处，常常透过环境来提醒我们。所以约拿的故事也跟我们提醒一件事情：每一位基督徒要非常的看重一件事情，顺服。约拿就是因为没有顺服，他就逃跑。他因为没有顺服，所以我们学习从我们外在的环境里面来顺服神，也透过这样，我们来明白神要我们做的。好，第六个，神可以借由当我们追求明智，当我们追求智慧的建言，这些明智智慧的建言对我们说话。好，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神透过明智智慧的建议来对我们说话。第一段，箴言第3章13节。好，来，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再一次，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好，另外一段8章的11节，好，就是在讲我们前面所读的，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都不足。再一次，因为智慧比珍珠红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好，有的翻译是说珍珠，另外一个有说红宝石，其实都一样，都在讲这个贵重珍珠红宝石这么美的东西，因为智慧比它还更美。好，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在箴言的第8章32节，请因为智慧，我的道变为有福；因为只谨守我的道的，变为有福。第4段第3章的19节。好，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耶和华以智慧、聪明。好，我们把它背起来。耶和华以智慧立地，聪明定天。第3章19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寻求这些明智智慧时，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听到神的声音。当我们努力寻求智慧敬虔，神也会屡屡透过长辈来对我们提出有智慧的话、明智的话，提出有经验的经验，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更多的智慧。这是神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在你我生命中一直透过这样子的
方式来帮助我们，许许多多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他是在对我们说话的。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们多花一点时间，在我们读经的这个追求上，我们多花一点来追求读经，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多读一点上帝的话，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就像今天的箴言第3章19节，把它背起来。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好定天。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要带领我们，使我们进入他话语里面，使我们凡事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天天享受听见他声音，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而且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吩咐来行，我们能够照着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的灵能够在这个时候放下你现在的杂念，放下你现在的杂念。神借着不一样的方式都会在告诉你，神爱你，神要带领你，神要与你同行。也许不在这今天所提到的异象异梦等等，还有另外其他的方式，我们求神自己来对你说话，让我们在神里面，神亲自对你说话，神透过我们读经对你说话，神也透过异象异梦，神也透过环境事物，神也透过我们周遭很多有智慧的我们的长者来帮助我们能够透过明智智慧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生道路上因着他的同行，我们走得更稳更明白，让我们自己生命中明白神的旨意，有敏锐的心。求神这样子的带领你，带领我，带领我们富强教会。富强教会每一个人都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每一个人都因为有主同行，我们能够享受到在神国度里面被建造起来，得着神祝福那种喜乐与平安。我们富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神，在小组里面被建造，我们能够享受到在富强教会里面是何等神的爱充满在其中。有一支无求的刚强，经过黑夜都沉默也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我们的父神，谢谢你时常爱我们，透过不一样的方式一直在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更体会到你日日与我们同行，你天天的陪伴我们，照顾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必须要恳求你，我们需要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透过圣灵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重新出发。主啊，帮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生命中有这样敏锐的心。可以继续的安静你的心，没有关系，你继续祷告，为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要在神的两肩之间来做祷告。愿你说尽如今，愿你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因你与我同行，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更刚强，清风暴过黑夜，路线破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因主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前锋破过黑夜，路线破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我们继续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为了教会的各项活动施工能够顺利恢复实体聚会来做祷告，特别我们来为礼拜天先选出来的2位长老、7位执事，还有我们在现役的长职，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有胡清昌长老新任的，还有李志强。那我们有新的执事维文，还有杨宗和，还有杨胜吉医师、戴婉如、胡哲豪、花文凯执事，还有陈秋怡。我们为了这礼拜天刚选出来的总共9位的新的长老执事，还有我们现在继续的服侍的这一些，你记得我们的长子的名字你就提名。我们先为这2件事情，我们举起手来，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求神自己来带领我们富强教会，让我们新选出来的长子，还有现役的长子同工们，我们的区长、小组长，我们所有的核心同工，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来兴起神的国，在这里来让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富强教会，我们来荣耀神，我们也让神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神说，祝福我，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使用我，让我能够成为事工所有服事的管道。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谢谢你，因为你是
接着我们来为身体疾病、心灵软弱，特别来为了我们青少年的学业，我们社青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来祷告。在他们的工作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诱惑挑战，也为了他们的服事，能够在年轻的时候跟主说，我要因着我现在还有力量，年轻被你使用，求神来使用我们这些教会的社青青年们，求主来祝福我们青少年们，让他们在各方面的学习都能够非常非常的扎实，而且进步成长，蒙神的喜悦。让我们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的，为他们提名，求神来医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坚定。好，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要因着你与我们同行，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身体疾病软弱的时候，求你坚固我们。在我们富强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碰到这样的难处，主啊，你们透过医生的帮助、药物的治疗，因着主你的怜悯，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他们的心灵能够健壮起来。求主你与我们教会这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手上，你与他们同在。我们谦卑的将我们教会青少年他们在学业上、在人际关系上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你大大的祝福，让他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跟同学的相处都有非常美好的关系，在学业上能够进步，能够突破所有的困难，能够掌握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以及机会。主你与他们同在，帮助我们教会的社青们在工作生活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尤其在信仰上能够透过在教会的服事以及聚会得到建造。主你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在。我们为了富强教会，我们的长子同工们交在你的手，不管是新受选的，还是我们现在现役的长子、小组长、区长、团契的干部们等等，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的，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服事来回应你的拣选，我们要愿意成为你事工上的器皿，来荣耀你。我们更愿意透过我们的服事得到神你大大的祝福，蒙神你的喜悦，来祝福别人。父神帮助我们来爱人，帮助我们更多来爱你，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珍惜所有一切。我们能够慢慢的恢复实体聚会，我们献上感谢。主，谢谢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在这个疫情过程到现在，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是用实体的聚会，或是在影音上，或是在线上，我们都体会到你的同在以及你的赐福。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我们11月份、12月份许多的活动，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开口把福音见证出来，来邀请人到教会，来到你面前，透过我们的感恩福音茶会，或是爱城弟兄的见证会，或是圣诞节所有的活动，神啊，把这些 best 我们的亲朋好友带到你面前，给我们这个机会，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全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来交托，以及我们努力愿意来做。主，谢谢你都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因你与我同行，我们一起来唱，来回应神。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
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亲爱的父神，你时时在我们身边，时时在陪伴着我们。你只喜爱听我们的祷告，跟你说话，但是我们更需要听你的话。主啊，你透过大自然的意象、异梦，透过许许多多的管道、痕迹，在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开启我们敏锐的心、倾听的心，听见神在我们身上做美好的启示，赐给我们这样跟神连结、赐福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更遵行主的道路，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感谢让我们经过半年的疫情的操练，我们能够慢慢再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不只是教会的聚会、实体的聚会，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日常的作息，我们家中子女，他们每一个人都得神的保守。让我们在看见神的保守，好像经历水火，但是看见神的荣耀继续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小组所做的聚会，大家有美好的分享，有更多的激励，有更多的代祷跟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来感谢主，谢谢同工，请坐，请坐，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看到慢慢我们的周五的祷告会都回来实体的聚会了哈。虽然还有少部分还有其他的困难，不过我们小会决定说刚好这个疫情也刚好告了一个段落哈，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要回到我们的地下室哈。不是说这个场地不好，是因为我们在祷告室在地下室的时候有很多的小组的空间，我们就不必移动那么远哈。那期待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也就暂停了一个转播暂停转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参加才有办法原汁原味的祷告会请大家小组长同工一起邀请回到我们地下室下个礼拜哈。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这两天也听到我们这个中央疾管局的宣布了哈，慢慢我们更解封了哈所以我们大概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有的聚会的限制人数限制就不限了哈，还包括说主领这个敬拜赞美啦，或是牧师讲道，口罩可以摘下来的哈这个也是期待很久很久。那希望我们的实体聚会能够更顺利。那明天我们早上有一个追思会就是我们教会最老的这个长辈郭角烟姐妹他们已经在3、4个月前过世了但是这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没有举行追思礼拜所以明天会举行追思礼拜请等一下有几位同工来帮忙这个场地稍微做一点整理这样子好，我们给隔壁的我们的同工说，愿你更健康喜乐，好不好？我们就开始聚会了。好，感谢赞美主。好，大家开始小组了哈，谢谢。